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1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45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557天。前线总共发生126次战斗，其中35次发生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在扎波罗热方向叫卢基亚尼夫斯克村内发动清剿行动，还抓获了部分俄军士兵。俄军发射129架无人机，乌军击落或压制了其中的112架。面对俄军每天不断的空袭，泽连斯基表示，与军方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乌克兰防空工作正在不断发生诸多变化，在一些地区，防空部队的运作方式正在彻底重建，争取更好的拦截来袭无人机和导弹。乌军的清理工作正在胡里亚波尔方向继续进行，在这个方向，乌军进行了反攻，并已清除科西夫采村的俄军。这个定居点已经完全由乌军控制。最近战斗次数增多，不全是由俄军造成，其中大量战斗是由乌军的反攻发起的。通过俄罗斯媒体还有乌克兰的媒体以及西方的媒体报道俄乌双方在战线上变化没有什么变化，唯一的变化那就是气候变化。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最近几天气温已经升到，就是气温略有回升，已经不再是零下20度。这个咱们以前说了时间是站在乌克兰这边的。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东将军寒冷已经不再是俄罗斯的武器，现在已经立春了往后一天会比一天暖和。这个对普京来说也不是什么好消息，也就是在最寒冷的时候，普京对乌克兰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进行狂轰滥炸，进行这个惨无人道的这种打击。虽然是零下20度，但是依然没有能让乌克兰人屈服，所以这就对普京来说是个悲剧普京手上没有牌了，再过2天你再炸已经不那么恐怖了。这个俄乌战场现在呈现出一种非常诡异的特殊的状态。部分俄军士兵不仅面临敌方威胁，更对战场环境本身产生深度恐惧。波克罗夫斯克集结的部队常陷入停滞，既不主动推进，亦不组织撤退，仿佛整片地域弥漫着某种抑制行动的无形压力。这种异常状态的形成源于多方面原因因素叠加作用，也就是发现俄军在库尔斯克这个方向也陷入一种无法理解的、无法理喻的一种状况。从士兵个体经历来看，许多人在入伍初期被高额签约奖金所吸引，金额可达2.6万美元以上，远超其正常年收入。官方宣传描绘的是经过系统训练后可能承担的辅助性任务，但现实往往截然不同。新兵常在没有接受充分训练的情况下直接被送往战区，当他们抵达波克罗夫斯克外围时，面临的却是后勤体系的紊乱、补给匮乏的困境、食物短缺、医疗设施缺失、物资运输过度依赖无人机而非装甲车队。这些异常现象引发了士兵最初的困惑与不安。随着在前线时间的积累，关于波克罗夫斯克诅咒的传言在军中快速扩散。有传言称，此前派往该地区的部队伤亡惨重，生还者寥寥无几。这种氛围加剧了部队的恐慌情绪，表现之一便是拒绝作战行为的增加。据不同来源的信息显示，因被命令调往该方向而拒绝战斗或试图逃亡的案例显著上升，甚至出现了士兵为离开战场而故意自残的情况。与俄军第1441摩托化步兵团的部分士兵就曾采用这种方式。另一起广为人知的事件涉及第83近卫空降突击旅，其官兵因相互射击制造伤害，以获取伤残赔偿金而被判有罪，涉案金额高达260万美元。这些行为背后反映的是士兵对战场生存几率的极度悲观，判断为维持部队纪律，俄军指挥部采取了严厉措
措施。有资料视频显示第15近卫摩托化旅的士兵曾被戴上手铐押往前线，以防止临阵脱逃。在更极端的案例中，去年10月，在顿涅茨克北部利曼地区，4名俄军士兵被铐在树上遗弃，最终被乌方发现。此类内部惩戒虽属个别现象，却侧面反映战场纪律压力的严峻程度。战场逃亡现象同样达到可观的规模。根据媒体分析估计，在不属于乌克兰战场的约70万俄军中，到2025年底可能有7万人逃离岗位，就当了逃兵逃兵率约10%。若以此比例推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集结的约15万部队中，进攻发起前就可能因逃亡损失1.5万人，这进一步削弱了俄军在该地区的有效兵力。除心理因素外严酷的自然环境同样削弱部队战斗力。冬季前线气温可降至零下10摄氏度左右，部分地区风速达到每小时55公里，体感温度更低。冻伤导致了非战斗减员持续发生，士兵曾因手指僵硬难以操作武器，胸部冻伤，亦严重影响机动能力。这脚部冻伤严重直接加剧了作战的困难。严寒不仅给乌克兰的老百姓造成困难，实际上给进攻中的俄军士兵一样造成了困难。许多攻击过程是无人机完整记录。去年12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仅2025年10月，乌军无人机就造成了约2.5万名俄军伤亡。许多攻击过程被无人机完整记录，这种无处不在的空中威胁给俄军士兵带来持续的心理压力。战场上异常的寂静常被无人机马达声打破，士兵的任何移动，哪怕是踩碎玻璃的声响，都可能招致精准打击。更不要说俄军的这些装甲设备坦克、装甲车，那在乌克兰前线就变成了移动的活棺材，变成了活靶子。一辆坦克出来那至少有多少架无人机等着去围攻因为这是上大分，这玩游戏一样的。所以说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以及库皮扬斯克方向兵力虽然是乌军的10到15倍，实际推进却极为有限。到今年1月底，攻势进展进一步放缓。有媒体评论指出，俄军在此时此地付出巨大代价却收获甚微的局面，在现代战争史上也实属罕见。综合来看，波克罗夫斯克战场已成为一个多重多维度压力汇集的典型。严密的防御攻势、不对称的技术应用、恶劣的自然环境、匮乏的后勤保障、沉重的伤亡代价，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的心理恐惧，共同塑造了该地区特殊的战场主生态。这种生态不仅削弱了部队的实际战斗力，更对士兵的战斗意志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一种超越单纯军事对抗的复杂局面。这就是俄乌双方在波克罗夫斯克、在库皮扬斯克的一个现状。这些战场都成了绞肉机已经绞了18个月。只是双方互相攻击对方的纵深领域，这个也是一刻都没闲着乌军总参谋部确认，乌军使用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袭击了位于伏尔加格勒州的特卢邦附近的一处俄国防部火箭炮兵装备总局大型导弹以及导弹库，引发剧烈的殉爆。位于米丘林斯克的一家兵工厂被占领的扎波罗热地区一个弹药库也遭到了乌军的打击。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首先是英国已宣布加入 PURL 倡议，也就是那个乌克兰优先计划各国往这个优先计划捐款，然后从美国买武器援助给乌克兰，就 PURL 倡议说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向政客杂志表示，伦敦方面将出资 1.5亿英镑用于为基辅购置美制武器装备。北约32个成员国中，约有3%已加入该计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参与其中。最主要是最近传出日本是非北约国家，人家也要加入。怎么说呢？对吧？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个俄爹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对吧？就是大家众筹给他出钱，没有。第二个就是有，那也没有国家承认自己给俄罗斯捐款捐武器。别管这个俄罗斯怎么宣传，也
也别管什么简中晚上黄俄怎么支持俄爹，反正没人公开承认自己给俄罗斯提供武器，连这个朝鲜对吧，直接派兵去了，那他对武器这块也是讳莫于深，对吧？唯有给乌克兰援助的，不管是几个亿、几百亿，还是几千万，甚至给他送了一些汽车，人家都要大张旗鼓的宣传，觉得这是正义啊，这是脸上有光啊，公道自在人心。这个英国的国防部长希利同时还宣布啊，英国将额外提供5亿英镑的紧急防空援助，还将向乌克兰交付1000枚在贝尔法斯特制造的轻型多用途导弹，这也就是那个反无人机导弹啊。这些导弹对于保护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免受俄罗斯日益升级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至关重要。这些导弹是一种全能导弹，从飞机到坦克到无人机都可以攻击。从这个可以看出啊，英国马上也不甘落后，在这个美国啊，特朗普在退缩的情况下，直接挺到前面。北约的秘书长马克·吕特表示，普京试图攻击击垮乌克兰人民，期望削弱他们的决心，但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北约秘书长称，在明天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如何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是核心议题之一。据他透露，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也将出席此次会议。马克·吕特在布鲁塞尔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将讨论盟国如何加强支持力度，以及如何提高支持的成效。也就是这个时候啊，欧盟、北约才慢慢的走上正轨，对吧？在习惯了啊，没有美国的主导下，没有美国的这个主动援助，北约、欧盟，对吧？要勇于挑起重担。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兼能源部长施米加尔表示啊，过去2周内，能源部枢纽仓库共收到来自11个合作伙伴的17批人道主义物资。施米加尔在能源紧急情况处理总部会议结束后，在电报频道中写道，过去2周，能源部枢纽仓库收到了来自瑞士、斯洛伐克、丹麦、加拿大、瑞典、阿塞拜疆、德国、奥地利、立陶宛和意大利11个合作伙伴的17批人道主义物资，同期向各地区运送了774台发电机和40套模块化锅炉房、热电联产装置、锅炉及其他设备。我们预计还将收到798台发电机、117台变压器和120台锅炉及热电联产装置。他强调啊，电力供应形势依然严峻，能源部门继续修复2月7日夜间遭俄罗斯袭击的设施，损坏相当严重。2月8日星期日，乌克兰记录到最大的日电力进口量，这有助于在俄罗斯大规模袭击后维持系统运转，并减少电力短缺。也就是乌克兰从罗马尼亚啊，从这个斯洛伐克什么的啊进口电力，现在是越来越多啊。实际上这个也抵消了俄罗斯的这种狂轰滥炸。刚才已经说了啊，在亚太地区啊，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日本也准备加入 PURL 计划，也就是这个乌克兰优先采购计划。几位北约代表向 NHK 电视台透露这一消息，日本提供的资金极可能将专门为乌克兰购买非致命性装备，比如雷达或防弹衣。实际上防空武器也属于非致命啊，人防御性武器嘛。除此之外，日本和乌克兰两国政府还准备就国防装备和技术转让达成一项政府间协议，简化防御性武器联合生产和本地化的机制。日本一直是乌克兰的主要援助来源国之一，过去主要集中于经济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现在已经涉足军事援助。我们再看啊，根据这个乌克兰媒体报道显示啊，说2025年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将减少 99%， 而欧盟的援助将增加 67%， 也就是欧盟填补了美国撤离的留下的这个空白。2025年最大援助国是德国90亿欧元，德国啊当之无愧的援助乌克兰是最多的。英国是54亿欧元，瑞典37亿欧元，挪威36亿欧元，丹麦26亿欧元。通过伙伴关系乌克兰优先计划机制，合作伙伴为2025年交付给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系统提供了约 75% 的资金，并为其他防空系统提供了近 90% 的资金。目前向乌克兰提供创纪录数量的铁锤精确制导炸弹的工厂正在推进中。法国将向乌克兰交付新一批幻影战斗机。乌克兰
兰即将接收新一批的法国幻影2000多用途战斗机。乌克兰国防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信息称，这与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会谈的结果。消息称，法方正准备向乌克兰移交幻影2000战斗机。与此同时，双方还推进向乌克兰供应创纪录数量的铁锤精确制导炸弹，并加快反弹道导弹的生产与交付。这个铁锤精确制导炸弹在前线让俄军吃尽了苦头啊。声明中还提到，双方正在讨论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手段，特别是斯卡普导弹。此外，双方签署了关于在乌克兰和法国境内开展联合武器生产的意向书。我们再看看瑞典根据媒体援引乌克兰驻瑞典外交代表处的消息称，瑞典政府宣布将在2026年到2027年期间向乌克兰提供总额为8050万瑞典克朗的新一轮援助，用于发展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和保护儿童的权利。在瑞典政府部长新闻发布会上，乌克兰大使扎利舒克宣布，2026到2027年对乌克兰的支持将增加。新援助计划包括8050万瑞典克朗的资金，新援助方案包括890万美元的资金。总之有钱的出钱有武器的出武器。欧洲这些国家西方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直往前推进。我们再看看欧盟的态度这个欧盟的态度非常有意思给人的感觉就是要搅黄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和平协议正在谈的这个协议实际上八字也没一撇。但是这个欧盟现在已经跳出来了，直接开始喊口号，亮明态度。上一次这个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了，要限制俄罗斯的军队数量。你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想给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结果给自己把军队给限制住了。你说这怎么可能呢？你让普京怎么向俄罗斯的那些基本盘交代？所以你不能不相信或者不能不怀疑这个欧盟是诚心的，就想把这事给搅黄掉。今天这个卡拉斯又发表讲话了，说欧洲必须迫使俄罗斯做出让步。根据卫报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乌克兰目前正承受巨大的压力，要求其做出非常艰难的让步，这可能会模糊俄罗斯对其发动战争的责任界限。也就是说，美国在给乌克兰施压，乌克兰承受非常大的压力，被逼有可能要做出让步。这个实际上你模糊了焦点，你搞清了谁侵略谁，模糊了。卡拉斯说欧洲必须迫使俄罗斯做出让步，包括对其武装力量和核武器进行限制。你看看，卡拉斯表示回顾过去100年，俄罗斯至少入侵过19个国家，其中一些国家被攻击了3到4次。那这个恐怕就包括对吧？东大这些黄俄不记得我觉得挺好。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曾经攻击过俄罗斯。欧洲必须从俄罗斯获得让步，包括对其军事力量、军队和核武器的限制，并要求其为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俄罗斯试图将注意力集中在与美国的谈判上，以避免复杂的讨论。莫斯科认为与美国的接触有助于他们实现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的目标。这位欧洲外交负责人还警告称，传统的世界秩序即将终结。他指出，欧洲不仅需要适应侵略性俄罗斯的新现实，还需要适应与美国联盟瞬息万变的性质。我只能说这个欧盟的外交与政策这个高级代表卡拉斯的说法，那是非常的到位，一针见血。根据一家民调公司受德国新闻社委托，近日进行了一项民调，58%的德国受访者支持德国总理默尔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结束特别军事行动进行直接谈判，26%的受访者表示不支持此类直接对话。调查还显示对谈判支持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倾向。基民盟支持者中64%赞成直接谈判，而左翼党的支持中这一比例最低为47%。莫尔茨本人此前对开展此类谈判持谨慎态度。他指出，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访问莫斯科之后，来自俄罗斯方面的炮击反而有所加强。我不希望进行会导致这种结果的谈判，但我愿意支持任何有助于结束这场战争的谈判。莫尔茨表示他还曾强调支持德国在乌克兰和美国参与的情况下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实际上自从特朗普在这个欧盟一顿乱拳，对吧？
无论是对乌克兰的支持，还是逼乌克兰投降，这个明显跟欧盟的利益是相悖的，甚至直接要人家的格陵兰岛，这个让欧盟对美国总之产生了一些想法，一些感觉是不认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国家现在纷纷要跟俄罗斯直接联系，就不需要你这个大哥了，不需要中间商，他们要恢复2022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他们都是直接跟俄罗斯单独联系嘛。大家还记得吧？2022年2月24号之前，马克龙是冒着疫情跑到克里姆林宫，结果受到的待遇是普京用了一个很长的桌子把马克龙搁在另外一边，是吧？有印象吧？后来马克龙给普京打电话，普京说他要健身，很不耐烦的把马克龙电话挂了。也就是欧洲这些国家在2022年2月24号之前，实际上都极力阻止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死乞白赖的跟普京打电话。甚至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欧洲国家领导人德国的舒尔茨、法国的马克龙还是轮番给普京打电话，一打就是1个小时、2个小时，保电话粥啊！我记得我当时做节目这舒尔茨给普京打电话一打也是1个小时，马克龙是天天打电话，但是这有点夸张总之跟普京保电话粥，就像热恋一样，无非就是劝普京收手呗。但是普京不听那之后欧洲国家就统一到这个拜登这个旗下，就是跟俄罗斯对着干，也不打算打电话了，也没用，所以他们一致孤立普京。普京想给别人打电话，人家不搭理他，没人理他。普京想找拜登，拜登也不理他，就大家都孤立他，不跟他沟通，就是你想打就陪你打到底，就这个态度反正给乌克兰武器。那现在欧洲跟美国已经有了隔阂了，法国、德国不希望被美国卖了，所以他们又纷纷回头又跟俄罗斯直接联系。法国已经派了特使到俄罗斯去访问了。那现在德国你看现在也放风，希望舒尔茨直接跟普京沟通，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被特朗普忽悠了。特朗普这个人保不齐倒是把欧洲把乌克兰的利益给出卖了。既然欧盟手上有牌，为什么不直接跟俄罗斯联系呢？就这意思欧洲介入直接跟俄罗斯联系，实际上也是为美国逐渐退出也是在做铺垫。现在也就是说很有可能美国特朗普真的退出了，不再过问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事，无非就是北约出钱或者欧盟出钱给武器，这个他干有可能因为他协调不了也协调不动。马克龙就说了我们不能等待，我们必须加强决策，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有时不属于我们的欧洲基因，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新时代，行动起来，让我们行动。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已经在2022年终结，没有回头路。俄罗斯作为本地常驻能源供应者的时代终结，就这意思关于这个俄乌会谈泽连斯基说双方很有可能要在美国的迈阿密见面，但是俄罗斯这边还不置可否，这是第一个信息第二个呢，泽连斯基拒绝赴莫斯科会谈，不能在侵略者的首都会面。而这个俄罗斯方面呢，佩斯科夫坚称说普京关于仅在莫斯科会见泽连斯基的立场不变，这两人不就已经敲上了吗？呛上了泽连斯基说坚决不去莫斯科，那这个泽连斯基是有理由的理由成立。但是普京呢放话，我只会在莫斯科会见泽连斯基，这不两人这不呛上了吗？最近那个英国的金融时报不是放风嘛，说泽连斯基2月24号要宣布进行总统大选，还有这个就是公投我认为这是个假消息，这至于谁放的这个假消息不好说，也可能是乌克兰人放的，对吧？他要把这个特朗普、普京暗中挟持、压迫、胁迫这个泽连斯基，人家给抖了出来。这个昨天节目咱们说过了然后在泽连斯基辟谣，实际上是想告诉全世界，你看这两个特朗普和普京联合逼迫乌克兰投降，对吧？先放消息说乌克兰2月24号要宣布总统大选，要在5月15号之前完成。那么泽连斯基今天就出来辟谣了说泽连斯基暂不打算在战争周年日宣布选举，尽管外界传闻美国正在推动相关时间表。截至目前，泽连斯基并不打算在2月24号这一天宣布举行总统大选，或是针对可能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的进行全民公投。当天晚些时候，泽连斯基对记者表示，他也是从《金融时报》上才第一次听说自己所谓的春季选举计划。泽连斯基直言，利用2022年2月24号这个日子来谈论政治是很愚蠢的行为。他补充说只有在获得所有必要的安全保障后，我们才会启动选举程序，这本质上是一个
个安全问题。泽连斯基还提到，美国确实提到了在乌克兰举行选举的事宜，但并没有要求基辅在停火协议达成之前就进行投票。他还表示，美国并未以推迟选举为由，威胁要撤回安全保障。实际上，大家要多一个心眼啊，就是乌克兰这个表态，说白了有点捉放曹的意思。通过英国的《金融时报》把这事给爆料出去，然后泽连斯基就辟谣说没这事啊，说美国不是这意思啊，美国也没有说逼我啊。说白了就是把这消息捅给公众，形成舆论压力。特朗普那边有苦说不出啊，倒逼特朗普，对吧？你可别逼我提前选举，你看你要让我提前选举，你看舆论就是这样，不就这意思吗？所以我前2天已经说过了，这个有可能是乌克兰人自己放的这个消息，对吧？提前给他披露出来，把压力啊转移给美国，给特朗普。最近啊，这个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似乎啊已经让人很疲倦。我看有很多人啊有点不耐烦，不光是黄俄啊，有很多本来支持乌克兰的，但是这些人有一些啊，就是他认知和心智啊不太成熟。对他们来说啊，乌克兰胜利就是马上就得胜利，今天晚上就要胜，明天胜利那都不算，那都晚了。就他理解不了这个战争残酷程度和它的这个持续性，就像咱们中国抗日8年、14年，对吧？你看你怎么算，最短是8年，往长了算14年、15年、16年都有可能。那么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没有人说他一夜就是成功。咱们每天做节目分析这个情况，不管说每天怎么说的，只要你稍微动点脑子，你就能得出一个结论。乌克兰它是个小国，对吧？人口就3、4千万或者4千万吧。俄罗斯人口多少？是乌克兰的多少倍？我记得是1.5亿是吧？反正人不少啊。面积呢，那更是乌克兰的几十倍。俄罗斯是世界军事强国啊。俄罗斯说自己第2，这个在几年前啊，没有人好意思说自己第1，连盘们连黄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第1，那还得叫俄罗斯叫爹吗？俄爹，对不对？俄爹世界第1，对吧？他自己谦虚啊，说是第2强国，那是俄爹谦虚啊。你想想啊，第2强国对于一个乌克兰这样的弱国，虽然乌克兰后面有北约、欧盟支持，但是俄爹打成这样，你能说好意思说俄爹胜利吗？你的缺心眼缺到什么程度啊？打了快5年了，俄罗斯得到了什么？俄罗斯得到的是120万人的伤亡，大量的财富浪费。俄罗斯得到的是外资撤离，俄罗斯得到的是离人工智能、离算力越来越远，自己把自己打成原始社会。这些黄俄他看不见，他更看不到乌克兰和俄罗斯这4年里面的此消彼长。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乌克兰可是什么都没有，乌克兰也腐败，乌克兰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乌克兰的军队也没那么多。通过4年的战斗，乌克兰不仅没有被俄罗斯把他军队消灭掉，反而乌克兰的军队是80万，越来越多，而且都是身经百战。乌克兰有了自己的打法，用无人机，对吧，取代了火炮。虽然乌克兰有某些方面还不足，但是他抵御住了俄罗斯的侵略。俄罗斯在战线上没有一点办法，无计可施，一筹莫展。这些黄俄他看不见，黄俄啊还好的是缺心眼，他也不是黄俄啊，那纯粹是缺心眼，就是心智发育不全的。他认为一打仗啊要赢，就今天晚上就得赢啊，多一天都不行。这个战争是个过程啊，是个持续消耗，是个此消彼长，是个互相放血。你给他放血，他给你放血，完了之后互相还造血，最后看谁撑不住了，垮了。你捅我一刀，我捅你一刀，不是小孩打架，对吧？不是拳击比赛3拳下去2分钟比赛结束。这些人都是抖音刷多了啊，就是短视频刷多了，那脑子他只能接受30秒，超过30秒他受不了。还有我看到很多人留言啊，也是智障，就是智力残缺啊。我看很多人抱怨乌克兰不反攻，这些人和那个黄俄没区别啊，本质上是一路人，他只是生错了地方。在当前的情况下，谁反攻谁吃亏，尤其是在双方啊实力悬殊不大的时候，如果你有碾压性的压倒性的优势，那你可以反攻，否则的话反攻越来越难，奇袭越来越难，尤其双方势力差不多的时候，谁反攻谁倒霉。这也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在这个战术在军事上面并没有拉开多少距离的情况下，俄罗斯进攻，所以俄罗斯进展非常缓慢，损失巨大。你这个时候反过来让乌克兰进攻，你这有多缺心眼啊？你抱怨泽连斯基，抱怨谢尔斯基不反攻，你是抱怨他不去送死。说了这叫战略相持，是消耗，看谁聪明，看谁以最低的伤亡比消耗对方。我看有些人评论啊，俄乌战争他已经不是立场了。你说立场吧，我好歹还同情一下，他非
接站俄爹立场，那没办法，他是精神俄罗斯人，黄俄吗？但是很多人他已经不是站俄罗斯这么简单了，这完全就是那种脑残盘判。我们要站在正义，站在文明，对吧？站在抵抗侵略，站在这么一个立场。我说了啊，如果你要站俄罗斯俄爹立场，其实也可以理解，对吧？你把他当爹没毛病，爹的利益就是你的利益，可以。但是很多人他已经不是这样了，你知道吧？最后啊，我在在网上啊看到了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这个话非常精彩，也很有意思啊。说这么多年了，也就是100年过去了，田地里站的依然是闰土，考场里坐的依然是范进，街头上登的依然是祥林嫂，高校里走出的依然是孔乙己，公园里躺着的依然是阿 Q， 大街上跑着的依然是骆驼祥子。没有进步。什么叫进步啊？不是你以前吃馒头现在吃肉，那就叫进步。进步是思想的进步，对吧？是心向光明，是要知道什么叫正义，什么叫文明，是要知道猴子和人的区别，对吧？要能正确的区分人和动物的区别，不是弱肉强食，不是丛林法则，对吧？你只有把这基本概念搞清楚了，你才称得上，对吧？迈向文明，跟猴子啊，跟动物区别开，否则的话，你不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说这个黄俄啊，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畜生，没有例外啊。你可以看一下，观察一下，本质上它就是个畜生，对吧？你把它放到跟动物在一起的时候，它跟动物没有区别。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